来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网红蔡阿嘉，伊昨暝常常发出着声明，讲伊工作室有一个资深的员工叫做罗拉，牵涉着不法的行为，已经来违反着公司的规矩，所以嘛已经甲开除了。大批的网友拢咧要讲开除的原因。更加有人并出着去年的影片，是蔡阿嘉到罗拉因兜，发现罗拉的厝内底，样样每一个壁角啊，拢是放精品，门窗骹嘛拢塌塌甜，拢是大牌子的皮包甲卡网，都参这个蜡烛一粒拢要3000块。面窗卡拢是满满的精品，互在场所有的人是画家匹配叫。网红蔡阿嘉甲因某李白，去年到资深员工罗拉因兜拍开箱影片，发现厝内四个拢是名牌包甲精品。想要到昨暗时，蔡阿嘉紧急宣布要甲罗拉死头路。蔡阿嘉抛出律师的声明，指出员工罗拉的不法行为严重违反着公司的政策甲工作规则，造成公司受到重大损失，双方的合约关系嘛即时就结束。佮强调，针对罗拉不法的行为，蔡阿嘉甲团队伫咧事情拢唔知影，目前经委托律师处理后续法律的定数。这个桌上哦，差不多是 Laura 你头期款就在这边了。对啊，不要再说你没钱买房子啊！哎，钱没有不见，没有变成房子，是变成 Laura 的包包啊！你各位啊。罗拉对真侪蔡阿嘉的买众来讲是拢袂生分，伊甲蔡阿嘉的团队工作嘛有10年，如今因为不法的行为互开除，网友拢咧摇，可能甲债务有关系。过去的影片拢会当看到罗拉因厝的铺排是真高级，才一颗2000多块吧。一个蜡烛2、3000块，一粒蜡烛就要3000块，罗拉阁会当有几落粒，阁甲精品的颔棍变做画放伫咧厝里，世界阁会当看到几十万的名牌包，就连头家蔡阿嘉拢惊一条。如今爆出不法的行为，放死头路，蔡阿嘉甲罗拉本人目前拢无回应，实际到李白办公室，员工拢无伫咧，敲电话嘛拢表示对这件代志唔知影。到底有啥物款不法的行为会当迫害到遐尼久长的感情，是引发到各界讨论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